迎黄美玲老师来给我们做个奖评。要奖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好自然的啊！徐老师那边，老师拍老师，老师最漂亮了，老师。还有小猫眼，受不了奖评了，要奖评。音乐家图很漂亮。不是，他比李导弹的好不好？好啊，他最后一点点。参加完这次教校乐的合唱观摩，有什么要发表呢？真是给我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太快了。感谢大家的帮助，下次继续努力。还要下课哦。